Hello， 欢迎来到勾勾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哎，姐，你看我白头发好多我好想去染发来盖我的白头发哦。说到了染发，就是染头脑膜。染头脑膜啊，就是染头发。但是我还是建议你不要常常染头发，因为国外的研究显示啊，染剂里面的 PPD 啊，可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，尤其是啊怀孕的人还有肾脏病患，应该要加以避免。怀孕就叫做宽宁。宽宁呢，就是怀孕了。那要注意的是哦，如果真的要染发的话，染发之前就要做头皮防护，这样才能够避免呢染剂直接接触头皮哦。说到了头皮，就是头皮。头皮就是头皮哦。那么今天要教给大家一整句话，就是染发前要做头皮防护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染头脑膜前爱做头皮防护。染头脑膜前爱做头皮防护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带你来看看染头发的这些常识哦。怡姐，拜托帮我拿一下染发剂。好啊，谢啦谢啦，谢谢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染头脑膜啊。那你知道你的头皮有没有过敏吗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他要检测一下，就是啊，要来做一下头皮的检测啊，看看会不会红红肿肿的。而且啊，我想你一定都没有看上面的警语，你看吧，上面就写得很清楚啊，头皮过敏还有宽宁啊，都不适合染头发。我看啊，你还是放弃吧。哎，真的耶，好像是哎。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我觉得最好不要染头发了啦。对呀，我后来也放弃用染发来遮我的白头发了。这样就对了，自然就是美啊。那么今天要帮大家复习的这些客家话呢，首先就要复习不要太常染头发，染头发就是染头脑膜，染头脑膜就是染头发了。那记得哦，如果怀孕的话不能够染发哦，怀孕就是宽宁。宽宁啊，就不要染头发，非要染的话呢，就要做好头皮的防护哦。那么头皮就是头皮，头皮就是头皮了，没错。今天帮大家复习一整句话呢，就是染发前要做头皮防护。这句话应该要说的是：染头脑膜前爱做头皮防护。染头脑膜前爱做头皮防护。今天勾勾公哈发呢，就告诉您这些染发你必须要注意的事项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